红队的主厨黑东体哦。哎，好了，放蒜头。好放蒜头，好了放蒜头啊！等下你还讲阿婆的速度挺慢。这有虫自己炸的很漂亮哎。对啊，金黄色的。我想请问玉玲，叶师姐，你选老公是先选婆婆吗？我史上看过最孤单的锅子。真的。哎，这法式料理啊，无个安排，是龙挑面，米粉系合豆豆，也系合适呗。呀，唔係，嘟嘟好哎。嘟嘟，perfect， 完美。家里都有的东西。马嘎，酱油、米酒。哦，我吓死我，我以为是衣架跟铁管，那是张妈妈才有。我下个吉了啊，荆棘啊，打你的动作为什么是这样？一颗一颗一颗啊。哦，蛋糕炸好了。Hello，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右手右線上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淑坤，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我送把票。今日你來到幸福亞特別2天橋，而且我一定要跟你說，因為呢我最近啊來到幸福亞特別，幸福真經變幸福誒，新的了。哎呦，你用哪個安講？亞特別呢我這時間對高鐵用過來時，來到幸福像是什麼，你知道嗎？像是竹科的後花園一樣，生活品質也變得不斷的越來越好。哇，重點係嘛緊啲麼？日本嘅咯，來日界嗬，係你4年之內最後生嘅年齡下限挑戰者。他是最年輕的嗎？最小的。真勁哦。冇錯。哦，裡面呢松柏已經有一個懂事嘅小朋友，他是1年級吧？哎呀。一來都要特別參與。今日來到呢一片係做實戰。對，但是不是師傅哦。不是師傅哦，哈。先的分享都平身欣賞，之前的分享都給阿志柳師傅。哎，大家好，來志柳。啊，兩個好，大家來看一下新有鳳師師傅。大家好，我係鳳嘅，大家好。好，三下輪呢，分享到我要出一個潛水站，我呢個組呢係阿婆出等孫嘅 Q 下來參加哦，分享到關於記老東體弟弟。歡迎。嗨，大家好。今日咱出嘅分享到係來自新婦嘅家用咯，新 Q 哦，清怡潤溫玉蓮。哦，掌聲歡迎。哇，那敢用 Q 下來哦，意外啦嗬。來先看紅隊的，想問一下風水哦，63係最多係都菜地幸福嘛哈？嘿，幸福有乜嘅推薦好高好色好料的冇？進步哈，人文地理綜合的所在，南園中國庭園的建設。都說許多地都像嘅行業都時空嘅衝動地都咁樣，許多 Q 時台係冇？嘿，其他都在度假帶，然後全家貴價都該聊，非常好的一個地方。聽講還有人都給特別翕嘅，有冇做嘅信用路拍，都給特別翕信用相片啊？哦，動好高。好，大家嚟咱出呢一片吼，你要推薦一下係新婦，而家動好高嘅所在。百慕達哈，觀光花市。百慕達是那個三角洲呢？唔係啦，有那首歌都可以書法、看花、賞花，又可以遊玩。哇，啱意思係只係講拈花惹草的人可以去啦。哦，唔係哦。這個 Q 啊，哦，我現在是怕被你阿婆罵，不敢再亂 Q 你。阿婆忠實觀眾，打死咪用看。好了，不過喺亞特別南園人文學站非常係加講到一個百慕達亞特別哦，睇起來都做得來了哦。唔過緊張誒，因為今本夜嘅賽事呢，一定會非常刺激。今天我們有新的生力軍哦，馬上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料理大屌絲，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兩歲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一家之主，Q 下來大屌絲咯！第一關嘅挑戰馬上就開始，觀眾朋友一聽上講，到底今本夜參賽者要帶來乜秘密武器呢？先來看一下風水咯。請問一下亞嘅係乜嘅？鹿嘅妹，鹹妹，切架鹿嘅，係切架鹿。這樣還可以哈。好。夾啲真係咩出色動向誒？係幾多年嘞哈，嘅味道出來了。幾多年呢？這個最少有5年嘞。5年以上哎。對。哦，可是我問東體弟弟，你幹什麼酸酸呢？你幹什麼？怎麼那麼直接？阿婆做的哈。阿婆做的就會有不開米鋪啦。所以阿婆厲害的地方就是老幾本身唔敢食東西，變做佢敢食。有沒有哪一個滷的鹹梅？
就做乜嘅料理出名咧？哇！东提今天他就准备动作，对不对？他一讲完，他瞬间变近。对啊，东提你有没有动作？不过鸡是这样。哦，好，等一下，那我问一下，第二次料理有乜嘅 tips 可以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还因准成因讲的算唔敢食，我是想讲，你不还干用落去捞落去，这味道有啊哈，动特殊，他们做的是加上完跑。真的哦，哎懂可以皮。哎，好，我们就一起期待了。来，东提准备好了哈，我要问你有准备好了没有？有信心吗？有，加油！哇，动又俊心呢，我们在秀年哦哈，现在小改一下，因为改下吼风水小改区这应该是比较动用人家眉头，你还蛮避免不起嘞。哦，你是係個風葱頭啊，嚇，用個豬腰哦去炸，來咪做來腰葱啊，就對啦，係那油葱自家做哦，係自家做，改下講要風葱頭，係啊豬腰，豬油嗯。不過今日那裡啊油葱吼，要做什麼料理呢？上色米粉，當上係出嚟，來上色米粉，哦，就取名相思米粉。回味無窮啊！這個是有什麼故事係嗎？因為啲米粉炒米粉嚟，梗係風翻嗬，係嗌媽媽，傳下來，我要傳承到嘅炒的方式啊，都炒到兄弟姐妹啊、成員啊，通通食到講很好吃，當好食。點擺轉來時係愛炒啊，啊大家食到啊，一下子食夾完食完啦，食冇天啦。是安豆。那玉玲也會炒米粉嗎？會。哇，所以等一下吼，咪係一種穿新嘅梅湯，哦，非常期待哦。體育館哦，梁生有信心嗎？有。哇，不輸東體哦，不輸哦。哦，利用組隊已經準備好勢，現場馬上開始倒算3、2、1，搶開始。我哋開始咯。真係無見唔錯嘅發送100咩星爺來參加哈，他們也是兩組都是第1名哦。對啊。所以小朋友呢，他其實蠻能夠幫做料理加分。尤其有小朋友做菜，我們用台灣標準來看，又嫌棄好做菜，就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啦。好了。像看你做菜，我們也是以小朋友標準來看呢。還怎麼鼓勵？哦，我沒感受到呢。來。你可以嗎，東提？這個雞皮哦，跟我這個肚臍肉的比哦。冇啦，你冇肉，有肉。等一下，等一下。好來，東提，切好表咧。你確定嗎？你平常吃豆腐看有拿刀位嗎？可以。阿婆平常有訓練。可是你家裡玩的是玩具刀吧？不是，沒關係。阿婆，這個確定要用這樣子切法嗎？可以。對，師傅，你不要再說要切斜片了，這個是東提切的。東提創新招的。對啊。你也更要熟過係嗎？對，要穿燙。我覺得他的手指很危險。有點擔心，對啊。沒有關係，我在家裡用很鋒利的鸚鵡咬過3次。真嘅哦，所以你有練過就對了。那我就放心交給你了。你找到他的開關了。放心交給他了。開關。阿婆，係。俺今日會做咕咕雞。係。營養班都會做啊。你咧通過嗬？通過了咧炒。炒了再燜。呀，係五穀雞係嘛？這係你普通的。那個是泰山的，不是五穀的。防土雞係嘛？防土雞。防土雞啊！那要表米酒嗎？唔怕。好，冇表米酒。我覺得好像是表米酒的話，我就建議煮雞酒。對，那個水要瀝需要夾。對，等一下你要來夾吧哈。那我們先過去，等一下個都轉來。哦，真圖按夾咯，米粉哦，然後其他人做米粉要買冇強用嗎？重點是啲油葱嘅。油葱。我剛發現哦，玉玲給到切菜用誒，她太熟練了。但玉玲也係做那方面的條路咧，做成因誒，個看來都好上誒。啊，這已經做阿婆咧哦。係。玉玲是8年級嗎？咩7？哦，我以為他是9年級。你當時有看到家用老心口感情安好。對啊。而且可以找到7年級這麼棒的媳婦。我以為7年級只剩我一個了，這有點越來越少。哦，啊，等一下炒米粉哦，喺看見係越清越清，用白先白不幾香。係香味出來，你一倒水落去，多少必注意下哈，香就一落去，香菜米粉一落去，是差唔多做得咧。咁我有個疑問哦，你個米粉底度係先不用嘅油蟲嗎？應該屋下哈先同好來，醬。
黏痛啊，还是咪叫啲嚟腰，哦叫腰啊，係嘿，冇？叫住 U 哈，誒，錯叫你落去，腰痛，係，腰痛係腰所以等一下腰痛梅吼就聽會動向，嗯，誒，因為它有2道風啊。兩道係兩項嘅手續啊，所以等一下的米粉係合手掉，也係合出嚟。也唔係嘟好誒，嘟好 ，perfect 完美。嘟好。跟玉玲來做客家新票過後，吃到最好吃的客家料理係嘛？該最喜歡的板條，新鋪板條，新埔的板條。嗯，啊，你好是油桐的呀，還是棗的？愛是痛誒，痛的。嘿，哇而，且我講的比你好哎。老師好，你搞過了差不多幾多年呐？ 10年，哦，嘿，好了，比我在客家界的時間久。等下米粉水下去咧哈。誒，差唔多咧。好，我們先過去，等一下給我多做了哈。好來過來哦東提，這個就是摸一種哈，不是麻油，麻油麻油，東提先煸薑，哦煸一煸，東提。哎，你看阿婆凍好哦，雖然結果又重新切過，但是還是保留一條嘿，給下東提又切架切開。哎，東提的味道。冬天都陽光會啪啪啪哎。要去當煙怎麼憋啊？對啊，它在家裡會煮什麼料理？東提我只會煮煎蛋，煎蛋不容易呢。哦他在家都是煮3菜1湯。它炒飯給要請老師吃，給凍過呀。啊，你要白頭不用嘛改？蒜頭要嗎？蒜頭？蒜頭等一下再放。哦，好，那你變他的幫手啊，你他的幫手。凍有主見。啊，動有主見啊。對啊，好了，放蒜頭。好，放蒜頭。懂了放蒜頭啊。所以今日當個主廚啦，煮出啊因為，主廚會記啦。 OK。等一下你還嫌阿婆速度挺慢，哦，那還要放什麼？撒下來嘞。接下來胡椒鹽。胡椒鹽，喲胡椒鹽。那麼快就要放胡椒鹽？胡椒鹽。我們東提老師說的算。好好好，我蠻期待的您。主廚說的算，您對對對說的算。這樣子就好了。哦，啊，一動從台音哦，該下哈公主應該問第一個，那你要不要吃糖？你說什麼？我不愛吃糖，我愛吃然後飯。那雞肉什麼時候要下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再炒一下哦。好了，好了，哦。那西件哦，去做凍準。哎，其實其吵中死人了。吵死人了。哦，冇見恐發啦。你是說他還是我們？他對不對啊？給他一副耳機。有人能幫我炒一下嗎？是，不好意思。要找誰？你要找誰要找炒？誰？紅隊的主廚黑東提哦，哎，這油蟲自己炸得很漂亮哎。對啊，變到金黃色的。我想請問玉玲，第10屆你選老公是先選婆婆嗎？有一些人真的是這樣子哦。等一下，你的麵條2條嗎？是，我跟你講，英國阿姨挑剔呢。東提你會切這個香菇的花嗎？厚厚終於主播阿婆喜會不會歡。我在玩電動的時候有看過。哦，電動有花哈，你的香菇也太孤單了吧？就一個人而已，要奇用怪。開就會要顯示孤單，他另外一個還不陪他。對啊。沒有要陪他的意思。我先幫你煸一下，煸到擦擦了。翻過來，嗯，我看得出來東提對主菜有興趣啦。哎有天氣啦。其實我覺得從東提身上看到什麼，你知道嗎？小時候的阿龍師傅，啊，真的嗎？因為吉利用啥側面蠻像的，真的嗎？啊，比哈真，的。有嗎？有槍嗎？啊，較大啦，較大條。你咪會向人阿婆講，好放雞肉，哦放蒜頭。啊，阿婆，夾不用。你等一下，哎，有人能幫我炒一下嗎？是，不好意要思。找誰？你要找誰你要找炒？誰？你可以指定。你可以指定你想找誰炒。哇，哎，他知道客家人好食夫吊粉呢。那還要放什麼？這個是什麼？油有。你確定？好，你有你的堅持。還是放阿婆的這個麼呀？確定有你的要有哈？堅持。你確定？好了。哇！啊，但是我真的覺得要給阿婆鼓勵。阿婆對雞啊，放心今天愛的教育。阿婆很老神在在，哎呀，你們大人就是想象力沒了，對所以你這個是重新創作。那你要加梅子醬了嗎？我們先看到他你要加了嗎梅子醬好不好？還沒啊？好，我想看他加了。加了加了。好，加了，加了，來。哇，阿婆真的等他說，哇，那夠嗎？要問東提，要問東提這樣夠。不夠？夠。今晚取梅頭，佢講
，Go。红队的主厨黑东提哦。哎，东提，等一下，它会尬通吗？要加糖吗？需要加一点点。哦，好，加好，那我拿好，我就要过去喽，可以吗？可以哦。那是盐，那是盐，那是盐巴巴。盐巴啊，对。厨房很大，所以讲爱做怎么改哇，会找他一起来。这样像冻猴，爱冻猴啊。对，好，好，棒棒。好，我们先过去，等下多多转来哦。哈，好。我要吃大碗的。天哪，那个油葱，哇，这有虫自己炸的很漂亮哎。对啊，金黄色的。那个厉害的。平常哈，用是朗读那个八嘎。表变用变呢，哦要用哈就随时都有，比较不会有坏掉那个味道。这个油葱，哎看起来很像干贝耶。对啊，这个颜色东家。这个我们要吃大碗的。好，没问题。所以该喊俺们阿姐讲吼，因为水分几度，他说刚刚好款，油亮呢哈。油亮。我想请问玉玲，第10届你选老公是先选婆婆吗？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子哦。所以婆婆好吗？她是真的哈。懂吼，哎，懂吼。主你懂吼。等下去带穷哈吗？嘿，哇，好难得，真的不容易，真的很难得。因为张妈妈就没办法。阿婆，要还人孙在家讲啊。这个爆料的哦，那都没公发哈。好，我们来倒数哦。倒数了。烟草葵是都算10、9、8、7、6、5、4、3、2、1。去更多，马上就试试看那体馆勇气搞不开，比美武器变成料理，来煮较战斗咯。这一关呢，拿出不卡嘅比美武器变成料理，现在马上先来胜利风吹，是我们的东提小主厨料理嘅哦，摩耶咕咕嘅，大家一起来吃吃看。哇，东提，大家来吃你现在刚才煮的哦。这个这个卤嘅鹹梅啊，吼，生劲動一米，你給最半米的時間，它把它勾起厲害，其實這個味道反而更剛好。而且我覺得它厲害，因為你剛剛就說梅子太酸了，他不敢吃，故時候他加一點紅肉可以綜合一下。做到凍好啊，成日呢做咧度該廚房安尼做料理吼，都難得啦。係啊，係啊，不講佢做到好食唔好食，安尼下嚟鼓勵佢啊，哎，落去鼓掌。哇，因为你如果拿这里还没做阿婆嘞，所以看到小朋友安用走哈，就会感觉到像看到自家的孙儿强壮。好。然后我让大家一起来相思一下嘞，用好多雪莲头相思米粉，哎，那个油葱冻厉害哦，好吃哦，米粉哦。那油葱哦，蹦起了食到嫩的米粉哦，完全係油葱的那種味。我覺得這個太好吃了，我要續盤。就是你懂咱們的，就係新傳統的客家米，而且炒米粉有很多靈魂啦，比種法國嘛，胡椒粉、快脆、紅米、鹽絲，全部都懂吼。關於檢測用版咧，好是啦，你標準的客家的炒米粉，標準的客家米頭啊所以而且它的靈魂是什麼？可以改個油葱酥油嘛，我剛剛看到這金黃色，像是干貝一樣，像講油醋香樣，好食。跟米粉哦，你用玩 Q 彈哦。希望你。我拐個跟他講哦，你做的一定是 perfect 完美。拍攝啦，太厲害了啦！一家按一家吼拍攝啦。米粉吼是會 Q 莫綿綿啊，嘅軟硬適中，會口齒留香。我講牛奶該用是係現款加牛，然後款嘅蘿蔔，真的是有道理的。不過等下除了款下師傅都在應用版來評分哦。緊張的時間馬上就到了，這就是師傅搶本分數。攬出一分，好，等下話阿峰哥搶不服輸，哇，攬出2分，這就是師傅搶公平。兩邊都做得一好啦哦。先講風水那邊，可能迄時間的關係啊，也肌肉較無力度啦，所以唔係講好唔好嘅問題，就可能時間的關係，嘅肌肉較無力度，較無意思。要再邊米粉呢，所有的不管迄口感啦、米絲啦、香米啦，全部攏有到位，所以我現在淡水那邊，
阿鳳哥網友來講評。按摩本該紅的去上巴動簡單，你每做咧韓白做咧選該雞翅，雞翅該兩節翅的中翅時候咧，中翅會變漸漸的哈，你比較快入味啦。是最差的要選對食材啦。哦，人對其實講幾個香菇啊，撈該其他的東西全部要炒入味，尤其是嗰個油蔥、土豆豆吼，唔可以長音鋪的時陣要該腐的土豆豆吼，哦，你講。冇想到都鐵管底度呢，你藍水得到2分，等一下先休息下，看一下今日志良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留大家分享咯。日日出太菜。志良師傅呢，給最近準備的色彩啊，越來越有戀愛的顏色。哎呦，是不是暗示什麼？那個菜名係乜嘅？這邊要做的菜很多離客，好像李白的那種感覺哦。離客，這邊要這種詩情畫意啦。哎，你看，那是離客是哪個離哪個客？啊，他要來解釋一下哈。有一個名詞很多離客，分離的離，客家的客。我今日呢就用諧音哦，要水梨的梨哈。因為係太府一樣，太府盛產的尊梨啊，也係苗栗縣特等獎的水梨。哦，所以今日我用水梨的梨，帶一客家福菜的客，或者都一樣菜。那離客的意思呢？村外大兵一3年，很孤獨的那種情境。外表會紫色的這個地瓜，摸不就會一粒梨嘅，當孤獨，但底部呢，係裝得客家人呢，村外大兵嘅嗰種精神。哇！志群當故事係嗎？都有故事啊！佩服他，我當時有聽到佢講，有文學氣息嘅那種東西。好，我們先做。先來給社會下今日主要食材就係水梨、客家泡菜、客家呀筍乾，嗰個狗肉，嗰個呀番薯，黃嘅番薯啦，紫色嘅番薯嗰一啲，嗰呀香菇、麵條，嗰呀葱。等一下，你的麵條2條嗎？不是，我跟你講。應該要一條天誒，因為係擺飾誒，表示講一3年當孤獨，都冇被打病嘅意思。所以這是代表你就對了。可以代表客家人特質出現打病嘅背景，理想背景。真的很孤獨誒。對，啊有人先來裝泡菜，嗰一邊先。跟麵條吼，一定拿出來吼，他自己都覺得自己很孤獨。有孤獨的感覺啦。所以最近發生乜事情啊？冇乜事情。我水梨葉菜的一件事情哦，大家有用過嗎？水梨可以做什麼？燉湯、雞湯都可以。那很潤喉啊。哦。要泡菜落去哈。乾炒。這些我先乾炒哈。要泡菜先炒煨香來哈。炒煨香因為要順乾啊，有了切開油條嘅，大家食到梨嘅地位來落去整哈。了邊下有香以後，高油就煨下來哈。高油是先入過哈。我要炒落嘅，要選一樣我落嘅嗰種菜啦哈。炒嘅過程啊，其實順乾咪可以落去哈。等下全部都一邊到人家梨嘅地位，所以等下要煨梨哈。要先煨落煨香來。你準備嘅順乾合撲嘅哈。較泡，香菇呢，我就切花蛋啊，變到蛋糕裝飾的。哦，落去，同樣會落去安尼，同下落哈。冬婷，你會切這個香菇的花嗎？終於主播阿婆會不會？我在玩電動的時候看過。電動有花哈，電動有花，太厲害了。可能我們有時代差距啊，連下電動口內下定啊。你覺得你們沒有差距嗎？我跟方哥就有差距咯。對呀，水梨哈，還要水梨，我們全部被槍啊，要帶下先削皮片落去呢哈。皮為溜定哦。我溜皮。溜皮落去向下整啊呢，我就要切下一。這切很可惜耶，伯謙。這真的很好吃呢。沒有，你不要吃哦。為什麼？好用到哦。蓋子留給水玲姐。蓋子啊。中間嘅梨嘅鹹都當好吃咧。對香咧。鹹油了蒜芽腐豆腐。莫你咬到該滋滋就好了。而且你的香菇也太孤單了吧？就一個人而已，奇怪了。要就是要顯示孤單，他另外一個還不陪他。對啊。沒有要陪他的意思。
你要先切西房哈，大家当然会出来人家哈。都说哦，你所做的事都反映你的心境啦。嗯，真的吗？最近我们是不是疏于关心你？哎呀哎，呀，你们大家都不关心我。我有帮你的粉丝专业按赞，来，那你要不要擦个汗？有吗？还有汗吗？还有，有很多。真的吗？也不用挑油哈，好笑。不用些挑油比哦有小米哈。他唔好不用挑鹹，因為撲出來有鹹鹹啊。哦，所以啊，胡椒粉、米酒，还米酒，誒，炒一下哈。好。然後能落去脆係嗎？誒，我落去哈，哦，鹽本也可能要做用山藥做較好。結果山药太孤单，不想出門。山藥做散當料，唔可以停下下落。我史上看过最孤单的锅子。真的，哎，这法式料理啊，某个安排，是去龙挑面。龙挑面你看磨料给它意境，就是要很孤单呐，这道菜。他因為第四個嘅爆出來蒜頭，哇！洞长，一点都不孤独。那不用些水哈，嗯都比少色，烧比着了，对不对？嗯，那我这边要继续啊。你一直換位置啊？對啊，有問問題嗎？冇看過。冇看過啊。冇看過香菇也冇看過水梨，或者是冇看過巨龍牙膏啦。他应该是说某空空按古席跟楚辞。因為激動幸福啊。嗯，有没有按古席？你刚才不是说很孤单吗？對啊没，有，这要用菜，唔免挨懂。所以你自己有離鄉背景嗎？没有都是離鄉背景啊。可是你讲番薯很有用，给等下哈，要先處理不。而且你千万不要忘记这2根孤单的面条。對啊那，个，喂，我到现在喊迪亚都带用了粥。那个面條朋友呢？是年輕的還是老應該為？什麼？應該係算中年人啦。哦，中年人啊，哈應該。老方哥差唔多啦。哦，那我年輕人。很年輕啦哎。我他的排隊，哎，老伯先差哎，唔多。你要講什麼？知道要放進去，哦，還沒有對煮完我就知道了。這麼厲害哦！真的哦哎，不然想說挖洞還要怎樣？嗯，挖洞要怎樣？你介紹一下，挖洞完要怎樣？所以就是要把這要拿要撩的呢，炒好來嗯，關落來。哦，哎，啊跳你不跳下覺得魚去。跟蘑菇很孤單嗎？蘑菇，哎，就是要很孤單呐，這道菜。這是什麼東西？這什麼東西？現在把水梨要放進來蒸哈，蒸就好。哦，完美。東提，你喜歡吃水梨嗎？喜歡吃水梨的肉。哦，蓋子要用到了。放旁邊就。哦，你要強下脆哦。哎，不用些油啊，讓下濕下番薯。所以你要拌是用拌，10個係嗎？哎，要濕過哈，而且切。哦，鹽本也可能要做用山藥做較好。哦，結果咧，結果，山藥太孤單，不想出門。山藥做散當料，唔可以停下下落。但是用快散做的，該好處係嘛該？山藥對身體較好。那個紫紫的是什麼？紫紫的番薯，就其實你要是吐出來對口全因都凍好誒，人家水梨做的部分還有那個喉嚨。喉嚨，哎，對養生啦，因為它其實都很清淡。係啊，佢燙一下就好了。哎，通下會。養下隻番薯好嘅哈，哎，哎，不用落來。哦，凍好看哦。哎，它就擺盤的呢，就兩種什麼交錯啊那啲呢。嗯，那基本上它是收給啦，哈。嗯，啊，志勇師傅衝走一個視覺性的係啊，廚師了。我等下看他們啲叫做乜嘅東西，對咱想不出來啊。因為你不夠孤你們單。看看易云姐她有多麼的困惑。對醫生講孤，單。剛剛那蜜蜂就按後生，大家都在這邊嘛該。是不然你問問看他們還記得菜名嗎？菜名都乜㗎？去想你到水梨就是他們。尼克，哦，哇，應該都有基因嘅，都冇人啊。你沒有看左邊或右邊的字幕吧？沒有嘛？哈，沒有哦，沒有，這觀眾才看得到。要面條就簡簡那天，當下擺盤用嘅哈。哦，我史上看過最孤單的鍋子，真的。哎，這法式料理啊，某個安排是去龍挑龍面，挑面你。要磨料給它意境，需要我們關心，隨時私訊哦。真的嗎？嗯，對，對啊，那亞行還要理，哎，它已經熟了。對，它已經熟了，可以的。可以了。好像你要豆腐卡，假是用甜鍋的哈，一杯水應該就又辣了一，杯水差不多係20分鐘啦。所以差不多嗎？還是有半杯？
大概10分钟是走的嘞。好，半杯水。好，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哈。是。你看下面有这个精华的水，然后水要倒出来，当它勾芡哈。哦，你在怕什么？你们是靠脸吃饭的呀？对。不是郭子也很孤单吗？对呀。对啊，郭子很孤单，因为郭子不知道自己在吵什么。他很期待要做大菜，结果两挑面。他现在放这个刚刚蒸的细个扑出来的水。一些的哈。要长的精华。要煮笔滚来哈。不用些糖。好。跟他同饭酥的水节，怎么个并沾？同在并通系吗？啊，必有鹹，第一樣係糖落去就會變鹹甜所以等下係最後一個步驟係嗎？要出菜黑，你在之前有比賽有用過嗎？我唔識，天白一糖咗要當重嘅撲菜嘅面試，再係黑間嘢面試啊。要，勾芡來，唔是啊，啱啱勾芡哈。好，撲菜嘅水會澱粉嗎？哇！嚕啦啦嚕啦啦嚕啦嚕啦咧！哎呀呢，就要從嘅擺上去。好孤單哦。一个面条加上去。哎，一群孤單的食材湊在一起，哎。對。这样就不孤单。所以呢，它就是在意境啊。这样就不孤单啦，不是？对。对，這樣就不孤單了，對不對？對。裡面立刻。按鈕就好些咯。我都厉害，刚他师傅介绍了，其实我觉得他很用心，因为有的做的边发垂料理以外，还想出他的意境。好，太假了，吃看呐。哦，沙沙了去。整个跟水里对还有联动后哦，对不对？我记得。应该先喝这个汤汁，是不是？哦，鹹甜，它又帶有一個泡菜蒜頭，哇！而家加有水里的甜，佮加上一個泡菜的鹹，然後一個竹筍嘅切切。其實係當港米耶，非常好吃，非常好的味道。弄展一点都不孤独，吃到唔会安油腻，很清爽，很合我的胃口。冇用到水里做咧頭菜吼。炒。應該食到加梅頭、加筍乾、那個泡菜有冇結合到加水里，又加甜味味，又加酸味。搭配到嘟嘟好，是咯，真緊做得動。師傅這道菜吼，該創業部分已經凍好，因為故事上啊用個皮生捆出來，所以佢外部係水里，皮生捆咗啊，就甜甜的，不過佢底部都有泡菜，有條酸酸的梅絲。啊，這種師傅做兩個哦，我真的很佩服他，因為講真嘅，米頭咩係十分的好。很好吃，然後又有它的意境，可以用料理來講故事。不過呢，條件男主角都利用分哦。東體小廚師，我們要來加油嘍！馬上來進行最不迷館嘅挑戰。百變料理王，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用嘅料理。亞關唔但將係比美食，沒有比創意哦。到底乃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王，一家之主，人哋誰來上菜了？好，各位觀眾朋友哈，呢一款主題嘅食材哦，嗱大家講，個人個節一定會看過，食了之後絕對唔會故事。天馬嘅咧，打開了本大家看，嘿，甜飯。哦，超愛吃甜飯呢。做法沒動到。我堅持甜飯就是拿來煎。我煎嘅方式咪就動到種啊。有的你會搬來，有的你冇搬。大家食咩有？啊，兩個。一般都會用炸較多啦。用煎的咩做得咩動？煎呀泡上椒啊，攞一些香菜嘅啦。哦，到麵衣裡面嗎？到麵衣底部去炸會較香。方哥，還有睇個摸上來嘅做法嗎？係想法好，有咩做得長嘅做個麻婆豆腐、豆腐那邊那條餅乾飯。吃到辣辣甜甜樣樣都好，你確定不會像小熊軟糖一樣？不會，唔會，你一炒應該係當好。真的哦，會過款嗎？唔是，我講唔是過款錯。
哦，就这样跳落去。嗯，我讲到天板啊，其实动到口味，比如讲在地北都有风调美酒啊。其实它这种直接吃也很好吃，在地北都闻其他的料没动好选，都带两组我就买个新的变法嘞。唔過因為呢呀，關係了必創業啦，告訴觀眾朋友，你們做得看下來頭腦上款啊，天板我用來做變化，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挑戰。天板做的變化嘛個料理呢，先來問看下風吹哦。風吹帶來的菜名叫做什麼呢？竹輪甜板。竹輪甜板。好，最杯米館呢，有信心嗎？有。直接举起三个哦，好热哦！哦，唔怕，摊开下揽出嚟啊片啊，我讲哦，等一下厉害嘞，下手要轻一点。今日全名系乜嘅？黄金天板。黄金天板，跟黄金系乜嘅？天板里面是金黄色的嘛，啊你加到咸菜是咸的。啊，加到几个酱落去，也金黄色，吉酱哦，甜的金桔酱，好，自己做的。哇，我还是咸菜，等一下最尾一关呢，有信心冇？有，加油！这样子都已经准备好些，而且等一下就马上看见都用了表现咯。现场马上开始倒数，3、2、1，抢开始！开始喽！请大家帮我们的东提加油好吗？好，明明呢？谁小时候没有想法，对不对？对啊。你来讲嘛，该他需要思考。我本去按咯鼓励。天板以外哈，切条哦，东提。哦。你来表落去。哦。哎用的。我用快乐吗？有哈。等给你做。东提，你帮阿妈弄，你太棒了哈，你帮阿妈弄。一射落去的时间唔会团体的哈。唔係，佢個天板係軟的東西，延展性夠啊。對。我nghe竹輪咁咪要兩種什麼啊？記得有海苔，有個蝦，是海味的。對，有2種。这很像吃你火锅料的时候，有一种里面会爆浆的，日式火锅料，对，马蹄烧，对，马蹄烧，对啦，类似啦，概念是一样的。好，我们先过一，等下过多转来哦，哈。好。哇！这是什么？不要跟我说是芋泥哦。鸡腿粉，灵魂，超好吃，这个是灵魂。都在大豆掉。我们是业余的烘焙。就是做蛋黄酥的啦。所谓的业余铁帮你们虚接了，他就只做了大概几千个，然后做到手有点受不了。家里都有的东西，酱油、米酒。哦，我吓死我以为是衣架跟铁管，那是张妈妈才有的。我还个记得啊，荆棘啊，打洞洞。荆棘的动作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蛋果炸啊。哦，蛋果炸好了。哇！这是什么？不要跟我说是芋泥哦。怎么了？芋泥是仅次于榴莲之下应该最好吃的东西。哦，最爱就是芋泥跟榴莲。对，冇其他的。所以个天板下不系蛋饼皮。哦，好厉害！那今日两口会做甜的，等下它就咸的。两吃，下手很难清，因为哈，佢用啥去本训。的开马个店，我们是业余的烘焙，就是做蛋黄酥的啦。所谓的业余对帮你们虚接了，他就只做了大概几千个，然后做到手有点受不了。哇，蛋黄酥很好吃。你爱炒狗毛炒好嘞，炒马个，炒咸菜。咸菜就炒马个用吗？蒜头、姜丝、辣椒啊，啲嚟汤，嗰時好咧，酸辣的，酸甜。所以应该係啲人時間冇用油哦，干酪，干酪，健康啊，養生。呢些因為天板通常用鋪嘛，鋪了個油會凍麻煩，啊，你也是按簡單的時候。啊，你要變轉來啊？我眼看人家用沒動厲害呢。我還個記得啊。荆棘啊，打洞洞。荆棘的動作為什麼是這樣？一顆蛋果炸啊！哦，蛋果炸好了。跟住打洞洞嘛，跟住炸下來，細啊哈，又糖果，然後去撈湯，去煮啊表面上是它做的撈滾水會潤喉。要翻面了。翻面哈。哇！阿正，你有點帥氣呢。要凍上眼到底個時間。泰國煎餅，像馅餅啦，馅餅是要用油去煎，我們這就是乾烙的。是講跟年糕凍上跟起司給我融化。哦，好，我們先過去，等下過多過來哦。好，謝謝。哇
哦哎，呦，包完了。啊，你要包回嘛改寿司， OK，那走在小改一下地北读的东西嘛改吗？东西吗？家里都有的东西。嘛改，酱油、米酒、哦，我吓死我，味淋。我以为是衣架跟铁管，那是张妈妈才有的。对，然后米酱嗯，就是米手。黑人啊，味米到米噌啊酱的米头。对对对。所以现在炒过吗？没有呢，我没有炒过。所以人家已经看到有冇都低度的甜板已经开始有一点像是融掉去死一样。哎，错。所以等一下是俩家的时间每个走在看戏哦。嗯，刚才我们过去几分钟哎，你们就把它串完了。嘿，有发现嘛个结 Q 黑吗？哎，你聊天板油啊哈，破痛变硬，所以你在塞竹轮洞好塞。然后为什么会做这个菜呢？就是因为小朋友，要叫他吃年糕，然后就变化一下。然后这种竹轮的话，小朋友都可以接受。那个豆腐卡小朋友走在穷哈 DIY 啊，动手做。对。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竹轮来讲的话，本身就是熟的，甜板没很熟的。我们这样还要煎多久呢？煎就差不多，它有一点点软了，软了就好了，给软了就好。竹轮它的原料是什么？鱼浆，然后这个另外还有加海菜啊，也是我给你选择的是2个。所以你按用酱淋上也是好的哈。对。哦，我觉得这种日本料理哦。哎，像吃串烧一样哈。但你要特别差不多。好，我看一下冷水咯。看一下咯。你要做咸美哈。其实还真紧冇想到，天板做得到咸菜强下呢。我记得雪玲姐同像有做过哎。天板呢？老咸菜。我每看阿姐硬会煮菜哦，其實佢半日唔係做熟的。我们爱做那个日本的金管酥，进口的景观的啦，景观呢，哦，鸡腿粉，灵超好吃，这个是灵魂。做得加多啲。好，那这边差不多，Andy 就来倒数喽。好，烟草马上开始倒数，10、9、8、7、6、5、7、3、2、1，時間都馬上出嚟，知識困難入最杯米館咯，那組卡爭到咧。最杯米館呢係擁有嘅客家人，過年過節時節接上會是都會甜板嚟做變化。立鳳最早有創意哦，食到呀嘅竹輪裡面就很耗工了哈。來知識看呐，你發現個蛋糕很有拍賣誒，是挺動向。鹹甜誒。這個吃起來真的很像都會食嘅火鍋料嘅時節有的那種麻吉燒，對，麻吉燒。但狗狗嘎鬆你剔條嘅這種醬料，其實它整個口感來說是偏甜的，很好吃，小朋友應該是會喜歡的啊。有時候不說還不知道它裡面包的是年糕，因為它加熱過後是有種像嘅起白，老種上日本的料理，有啲像置身居酒屋嘅感覺。有鹹甜啊，香啊，我食得了。因為加 sauce 啊、調油嘛、薄鹽的那種感覺，它就拍嗎？嘿，錯。係啊，許多種好選。好，炸過了是兩片的哦，黃金甜板，給佢哋試看。好驚豔哦！好好吃。哎呀，鹹脆去夾西嘛，好好吃，一粒記住，好好吃哦。每一口都有甜板嘅甜味，味是不會膩啦，比較不會膩口啦，鹹甜啊，因為啦。它的面皮每見到就有叉叉的，所以面香非常的衝之外，喺地背度嘅甜板面表現到動好，我倒在4副營養版拼盤嚟給佢哋看哦。緊張嘅時間馬上就要到咯，先來請阿子亮師傅搶本分數。好，冷水3分呢。好，水梅2分，阿鳳哥搶不服輸。好，風水1分。得到1分。子亮哥先搶公平。先講冷水一片啦，啲嘅鹹嘅叫變鹹菜，嗰要嘅飯條嘛，老一甜板4分4分啊，甜嘅咩係有污味，老一甜板完全沒有違和啦哦，所以我說做得到哦，嗰個擺盤一就當一隻，可以賣了，對不對？當豐富啦哦，當獎色。啊，風水一片呢，沒做得4分好，因為老一甜板。在都要竹輪底部，其實都有特色，所以呢有那種海鮮的味道。其實對我來講，我蠻喜歡的。但是我冇先風水因為呢，也係創意的比賽，鴉片做兩樣口味，所以我選擇冷水鴉片。好，阿鳳哥嘅想法，
该芋头的捞该添板的梅头，因为该芋泥可能变强度，莫是都添板的梅头，抢味道嘞，全部应该是你芋泥不分我一半，咱们应该是都好多的芋泥的口味。它没有啊，该涮出么可能是草摸下球，伊个香气下摸出来，哦，没种做了冻好啦。哦，俺要本该红队去想法吼，去该炒该照烧酱，炒了冻好，你该系照烧酱嘛，味淋通到调油嘛，还有一点是讲，佢个添板一道该猪轮地步油啊，佢个该猪轮又该海鲜味道，啊个搭配个添板梅头是违和的，做了冻好。比赛成绩已經出來，馬上出來頒獎咯！耶！好，今日呢，叫我們食到青島好料嘅比賽成績已經出來，藍翠得到3分，紅翠得到1分，先來恭喜藍翠咯！好，藍翠大頭名得到勝片球嘅加賽機。紅翠你嘅獎品咩都好呢，有一個意大利粉菜金刀組，還有經典藍泰石玉子燒鍋6個。俺係開始時老講，先到得獎感言準備好咧。新夢啊，咧客家電視台給我們有咧機會啦，本該兩支家樣啊，來到了後哈，煮到菜本大家試食咧，啊，新夢大家碰上。係啊，亞福下面就先鋒隊，頭擺就來過咧哈。有，亞羅泰。哎，該咧。今天是啦啦隊哦。係啊，今日係加油團。其實遲到講喺米粉炒得當好，其實一定鼓勵我哋炒米粉本大家試食。咁講到重點咧，等下米粉仲得大隻喎。哦，冇問題，冇問題。大家都問下肉點嗬，讓人家用窮下來，那心情係用辦。這種歡喜，很特別啊，因為第一次。我該下看得出來嗬，相信觀眾朋友們感受到你兩下感情動好，有沒有跟婆婆感情好的秘訣告一下大家？長期也是錯嘞，對，不是要長得170公分哈，然後跟長期就去動過，硬到動酸那種，但是可以感覺得出來，他們兩個真的很棒，很好的楷模啦。恭喜！啊，新夢。好，風吹兩組呢，其實沒有很簡單，因為我們真的很早，你看我們東提弟弟都已經打哈欠了。阿婆平時出生有沒有辛苦，今日喊得就出來啊，煮料理一下哎，要不然還聽你拜了，對不對？聽你拜了，上班還帶太順的了。這一次來整個比賽的心情辛苦你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也係在傳承啦，走在土聲音的參加哈，讓他們有慢慢體會到，就是說我們的一些比較特殊的客家菜。所以聽聽了知識困難的，對不對？對。比賽呢，真經冇咁簡單，那都手工也係料理都最有溫度的素材，做到不卡地都傳承，亦不卡嘅好米絲。係啊，今日嘅組合吼係阿婆同電孫嘅強下來，還有家用老先去強下來，無論你係乜嘅關係，你係福客人，全部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一家之主等等你強下來啊，特別嘅大屌絲分享好米絲，下禮拜再見，拜拜。